大家好，10月30號咧，事隔6年之後，習特會咧喺南韓再次出現。會後咧就好多人認為兩國係宣佈貿易戰休戰1年。咁但係我嘅觀點咧就係習近平係以點數成功擊退咗特朗普嘅貿易戰攻勢嘅。咁原因咧就以下3方面嘅支持。咁第一咧就係西方嘅主流媒體嘅評論咧，認同中國嘅小勝明顯咧係多過認同美國勝出，而後者咧幾乎係局限於支持特朗普嘅傳統保守派媒體。咁認同中國嘅小勝咧有紐約時報啦、衛報啦、CNN 啦、金融時報啦、經濟學人等等嘅數量咧佔咗主流媒體過半。咁評語多數都係話中國贏得時間啦，槓桿嘅優勢未失啦，本身嘅經濟傷害可控啦。相反咧，美國嘅讓步咧就係多於收穫。咁至於係認為中美打和嘅咧，咁啊大概有30%左右。咁就有路透社啦、華爾街日報啦、CNBC、BBC、彭博等，咁大概佔咗主流媒體嘅30%左右。評語大多數都係戰術休戰啦，互有得失啦，冇人真正勝出。咁餘下剩翻1成幾咧，就係認為美國勝出啦，就得霍士新聞、New York Post、特朗普自己嗰個Trump Truth Social 啦。評語多數都係話特朗普完成咗一個完美交易，美國農民獲得大單，中國咧屈服等等。咁你諗下啦，過半都係話中國小勝嘅，就係西方主流媒體即時嘅觀點。咁第二咧，我就想用一啲 keyword， 即係網上嘅關鍵熱門詞，同埋智庫嘅比較。咁智庫嘅報告比較都係支持出中國勝出嘅觀點為多嘅。咁 keyword 方面咧，咁我就主要揾 Google News 啊，同埋 X 嗰啲大賬戶。咁認為中國小勝，例如話係 moderate victory 啊、small win 呢啲字眼咧嘅文章係多達，即係中國小勝嘅文章係多達1240篇。咁至於係話特朗普勝出咧 Trump's win 嗰啲咧，得380篇，而且多數都係嚟自保守派嘅媒體或者係特朗普嘅自述嘅。最後咧就打和有820篇，就係一啲 tactical draw 啊、mutual trace 啊呢類中美打和。咁好顯然咧，就係喺一個關鍵詞搜尋方面咧，多數都係話中國小勝。咁至於智庫報告嘅快速掃描咧，我就揾咗10間嘅，咁都係10大嘅歐美智庫，有7間咧就明確話中國嘅戰略獲益較大，戰略上獲益較大。咁啊包括咗好出名嘅 CSIS 啦、蘭德公司啦、布魯金斯學會等等嘅，咁啊7個。咁有2個咧就歐洲啦，就係法國嘅 IFRA 啦，同埋瑞典嗰個咧就係屬於打和論，佢就覺得係平衡但脆弱。只有1個智庫喺10個入邊係覺得特朗普贏咗嘅，就係傳統基金會。咁呢個係不嬲好保守噶啦，咁就覺得特朗普咧係成功迫使咗中國讓步。咁講完啦，你諗下無論係關鍵詞搜尋啦、智庫嘅速報啦，仲有咧就係主流媒體嘅評論，我哋都發現咧一大堆嘅數字咧係傾向話中國係小勝嘅。咁當然啦，淨係講大堆數字就好冰冷。我覺得感性觀察都係好重要嘅。經濟學人有篇即時嘅評論文章咧，我就覺得好能夠反映呢種感性嘅觀察。嗰篇文章係咁講嘅：中國咧係足以同美國匹敵。南韓釜山峰會前邊咧，就特朗普喺亞洲多國咧進行好似皇家巡遊咁，啲領袖咧紛紛獻上咗讚美同禮物。包括咗日本首相就係新任首相咧高市早苗就贈送一個黃金高爾夫球俾得特朗普。南韓總統李在明咧就送上新羅王朝嘅皇冠複製品嘅。日本啊、馬來西亞、南韓咧就更加作出好多實質嘅貿易讓步，包括咗市場准入承諾啦，對美國作出數以千億元嘅巨額投資，以換取關稅嘅輕微寬減。咁總之咧，你依賴咗美國嘅安全保護同埋美國市場讓步咧，似乎成為咗唯一嘅選項。咁相反，中國就完全唔同啦。佢能夠承受美國壓力，亦能夠喺美國脆弱嘅領域進行報復。稀土同大豆便係一個好例子。
隨住中國擁抱新貿易體系嘅對抗性質，習近平令到中國擁有更具韌性嘅計劃已經獲得肯定。嗱，顯然意見啦，就係西方主流媒體意見啦、輿論場同智庫嘅觀點啦，甚至乎係感性嘅視覺觀察咧，呢三方面都證明咗呢一場由特朗普今年4月發動嘅關稅戰已經俾習近平成功擊退咗。最後咧，我都想講一講我自己嘅一啲觀點。坊間有人認為，喂，唔係喎，特朗普係空手圖利，事先製造一啲籌碼去談判。咁但係中國突然又拋出一大套稀土管制，買翻過去買開嘅美國大豆，何嘗又唔係橫空製造籌碼呢？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劍擊防守反擊咧，係往往先得分嘅。特朗普喺4月同9月發動兩波攻勢，最終都係俾中國成功阻截到。咁難道呢個都唔算係中國防守反擊搶得先一分咩？咁更加搞笑嘅係就係任何嘅宏觀經濟學家都知道啦，關稅根本就係一種稅，大多數嘅份額係由美國嘅入口商同美國嘅國民去承擔嘅。現實上咧，特朗普只不過係成功向美國人加咗一大筆關稅，咁呢個都係一種勝利，真係天大嘅笑話。好啦，今期我暫時講到呢度，有機會我哋下次再見。